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罗马书第23天的共读。今天早上我们要请黄丽英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清晨起来就能够领受主你的话语。愿我们都有渴慕的心，把圣经的话语读到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每天的帮助。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谢谢。当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发现罗马书这个它的铺陈，还有它的架构甚至把最重要与我们最亲密的与神的关系的这个途径来一层一层的来揭露。那我们今天看到了是要在第3个主题，神在成圣上的公义。那这最后一段，那昨天提到基督徒得胜跟圣灵有密切息息相关，并且呢是透过受苦来得荣耀，与基督一同受苦，就和他一起来得荣耀。所以不是只有强调信仰，不是只有强调成功得胜的部分，也要强调的是失败软弱一起背负重担的部分，不是照我们的意思，而是照神的意思。那当我们明白将来要得的荣耀，就不会轻看，就不会把现在为主所受的苦而当作一个绝望。那这一切呢都是值得的。那有这样的盼望，将来与基督一起得荣耀，就使我们能够耐心的等候神，并且呢也让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因为软弱使我们能够得到圣灵的帮助，甚至当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圣灵用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就是呻吟，就是生产的阵痛，来替我们祈求，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以降生诞生。圣灵鉴察人心，照上帝的旨意为我们求，所以他知道如何为我们祷告，并且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按着上帝的旨意被拣选被呼召的人。被拣选被呼召，上帝呢就让他们预先在末世，在新天新地来到以前，预先能够得着荣耀。那在这个得着荣耀是与神称义就是跟上帝有和谐的关系。所以这一段的保罗在这一段的解释呢是非常的清楚，也是非常的重要，让我们明白我们今天如何在地上，如何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何行在天上，而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如何像在天上的生活一般。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所追求的，就是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也是我们所要活出的生命。好，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这个整个第8章的最后一段，也是整个神在成圣上的公义的结论。好，那他所要带到的重点呢，就是让我们相信明白并且相信，并且完全接受神就是爱。不论世界上再多的苦难，但是基督已经胜过苦难，这也是约伯所经历的，就是他与神的关系在最后呢仍然回到相信神。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所以这样的过程，从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受苦，到因信得荣耀，预先得荣耀。那也是一个让我们明白，现在苦楚比起将来荣耀就不值得介意，并且让我们愿意效法耶稣，效法他的死，而能够领受和耶稣一样的复活，预先来得到荣耀。这当中的每一个过程呢，都是圣灵在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往前行。好，那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先请丽英带我们来读。那个画面没有分享到没有在动是不是？就是没有直播的部分没有看到那个 PPT。再一次，好 ，PPT 没有出来。这样子有吗？有。那有在走吗？现在有了。有。好，谢谢。好，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要进入的经文是第8章的31节。好，那开始。好，那我们先请丽英执事带我们来读31到36节。
既然这样，我们该怎么说呢？只要上帝在我们这一边，谁能敌对我们呢？他连自己的儿子都不顾惜了，给了我们众人。既然这样，他不会也把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会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上帝已经宣布他们无罪了，那么谁还会定他们的罪呢？绝不是基督耶稣，他是死了，其实应该说是已经复活。现在正在上帝的右边替我们向上帝祈求的那位。既然这样，谁能够使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困苦吗？迫害吗？饥饿吗？贫穷吗？危险吗？刀剑吗？还有36节，36，像圣经所说，为了你的缘故，我们整天被置于死地，人把我们当作待宰的羊。好，谢谢。那在这一段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被上帝拣选，能够上帝在新天新地末世来到以前，我们就能够被神称为义，并且能够与基督一起分享神的荣耀。那所以呢，当我们明白这一切的过程之后，那在这里保罗说，既然这样，好，所以这里是一个结论。既然这样呢，好，就是从第8章一开始，好，那第8章是讲到第7章的困境，好，就是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好，但是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就能了。好，所以主耶稣怎么让我们脱离必死的身体，就是第8章整章所要说的。那在第8章里面呢，提到了5件事情了，包括第8章第2节讲到，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从罪和死的律当中把你释放出来，代表我们在律法的地位呢不再一样。还有8章16节讲到圣灵自己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这是我们的经历，知道我们是相信是神的儿女。还有第8章17节说我认为现在的如果我们现在和他一同受苦，是要我们和他一起得荣耀。现在苦楚比起将来要显示给我们荣耀是不足介意的。所以还有8章26节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还有8章的30节，上帝预定的人就召我们来，叫所召的人称我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叫我们得荣耀。所以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所以律法的地位、主观的经历、将来的荣耀、圣灵的帮助和上帝的心意，这5方面呢，对曾经是罪人的我们基督徒来讲都是有利的。因为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那必死的身体不再顺服罪的律和死的律的时候，借着这5件事情，让我们在律法的地位改变，还要让我们在主观的经历上面去经验到，还要让我们明白我们能够如何进入那将来的荣耀和亚伯拉罕的福分，还有让我们在软弱当中有圣灵的帮助，还有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所以上帝对我们的心意不是把我们当作工具人，而是上帝像是阿爸父亲一样，是为了帮助我们。所以只要神站在基督徒这边，还有谁能够抵挡我们呢？因为神连自己的儿子都不顾惜所以他岂不将万物呢都和连同他的儿子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不顾惜和本范的爱惜，就是神都没有保留不给我们。神没有把他的儿子留在天上，或是避开然后呢不赏赐给我们，假装没有看见，而是神呢就是主动的并且呢定义的要让他的儿子来为我们受死。所以连他最珍贵的儿子他都愿意给我们，那我们更岂不是继承神所要赐的一切万物吗？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那个得益处就是亚伯拉罕的福分。那亚伯拉罕的福分呢，也是神要赐给每一位因信称义做神的儿女，明白并且愿意乐意活出神儿女身份的基督徒所以谁能够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就是这群基督徒呢？因为上帝已经宣布他们是无罪的，所以控告的意思就是一个法律上这个法庭上面当面的指控，说这个人有罪，那他要向法官来陈述这个人为什么有罪的理由，在法庭上的一种指证。但是罗马书第8章，他们知道在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在这5方面呢都没有人能够被指控啊。所以谁能够定我们罪呢？因为没有人指控，就如同那个行淫的妇人，一堆人在指控他有罪，要用石头来打死他。但是耶稣的一句话，就让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继续的指控下去。所以每个人都留下了石头，都默默的离开。谁能够定基督徒有罪？那这里在讲的说，绝不是基督耶稣啊。耶稣他是死了，其实应该说耶稣是死了又复活，现在正在上帝的右边啊。所以在定我们的罪的并不是耶稣。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耶稣来是要定我们的罪，上帝来是要定我们的罪，这都是活在错误的谎言和欺骗当中，所以以至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越来越远，好像看到了父亲，然后远远的就躲起来，看到了这个真正爱我们的人，但是我们却不愿意与他相亲相近了。耶稣基督甚至是为我们死，为我们偿还了罪的债，同时他复活升天在圣父的右边，所以这也是司提反在被用石头打死以前所看到，他看到了天开了，这个人子在天父的右边，所以这个右边呢也是希伯来书说的，那他成个大祭司，所以这也是复活的耶稣，那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复活的耶稣升天之后做什么呢？在右边，神的右边为圣徒来祈求。所以前一段讲到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祈求，这里又加上了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为我们祈求。所以我们是有双重的代祷，有圣灵用呻吟阵痛当中的代祷，还有耶稣在神的宝座前，在神的宝座的右边为我们来代祷。所以神呢愿意爱我们，神愿意我们活在他的爱当中，神不愿我们活在罪的当中，但不是只有神的爱我们就可以继续的犯罪，不是，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明白我们是活在神的爱的当中，我们就会知道如何愿意在不去享受那个罪中之乐，而是愿意享受在义里面的痛苦。我们宁愿选择苦悲，因为不是照我们的意思，而是照神的意思。定罪呢，就是向人来宣判这有罪，耶稣不是来宣判我们的罪，所以定罪不是耶稣在这个时候，不管是他2000年前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或是他复活升天在上帝的右边，或是一直到今天他仍然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但是现在耶稣都不是要定我们的罪。谁会定我们的罪呢？是魔鬼，魔鬼就是控告者，他就在上帝面前，就如同约伯记不断的在揪出我们的这个过犯，不断的向上帝打小报告，在扯我们的后腿，就是目的是要什么？是我们远离神，所以我们有那个很强烈的罪恶感，觉得自己是不好的、不如人的，觉得自己是卑贱的，觉得有这些的标签贴在自己的身上，其实都是撒旦的诡计，是魔鬼的谎言，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来远离神的爱，不相信神是爱就像如同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还是爱他们，但是他们心里面因为害怕恐惧，就进入了一连串的循环当中，那也是在昨天主日所分享的，所以以至于他们生命就是进入死亡，一个自我形象的低落，不再活出神的荣耀。但是呢上帝都已经牺牲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也把万物也乐意白白赐给我们，甚至呢也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因为有耶稣基督使我们称为义。所以保罗说既然这样，所以又再讲一次了，既然是这样，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里讲到7件事情7个问题谁呢？患难吗？困苦吗？迫害吗？饥饿吗？贫穷吗？危险吗？刀剑吗？这些呢，保罗说在宇宙万物当中还有什么能够使基督徒跟基督的爱甚至是神的爱隔绝呢？这隔绝的意思就是有一个 room， 有一个空间，有我们跟耶稣的中间还能够有一个空间在那边吗？意思是没有，甚至连画出一条线都没有，就是我们是紧密的
紧密的在一起因为它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是连结于基督若一条线一根头发隔绝那么就跟基督就隔开了，有一个空间出来。那和本说我们是赤身肉体吗？现在中译本翻成是贫穷吗？它的意思就是赤裸或是赤贫，所以是指一个贫穷的状态圣经所说，圣经这是出自于诗篇的第44篇第2节诗篇42篇是一个利未人的诗篇讲到为了神的缘故，我们整天被置于死地，人把我们当作待宰的羊就是这群愿意分别为圣的人，但是他们在追求分别为圣的生活当中却被人嘲笑，被人看轻。同时那是保罗说，那我们是不是就是活得像诗篇这样子，好像待宰的羔羊，任人宰割呢？既然我们跟与神的爱隔绝，所以我们就是只能够在那边接受罪，接受死，接受这个世界上的魔王罪死魔的辖制还有蹂躏，以至于我们就像是待宰的羔羊一样吗？并不是。那我们再请丽英带我们读最后的3节37到39。都不是在这一切事情上面，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已经获得完全的胜利，因为我确信什么都不能够使我们跟上帝的爱隔绝，不管是死是活，是天使，是灵界的掌权者，是现在，是将来，是高天，是深渊，在整个被造的宇宙中，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把我们跟上帝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爱隔绝起来。好，谢谢。所以没有任何的事物因为这讲了七个事情呢代表保罗是用完全数就是这世界上完全没有事物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里讲到是不是只有神，而是神的爱。所以我们常常很容易说神是爱 God is love，但是这个爱呢是怎么的来到呢？并不是突然冒出来，而是经过罗马书让我们明白我们在罪当中的软弱，还有在罪当中的困境，以至于在罪当中的沉沦。但是神呢却让耶稣基督成为了挽回祭，救赎了我们，并且呢借着让我们的信心借着圣灵的帮助，还有喂养，还有浇灌呢让我们能够向罪来死，向律法来死，向肉体来死，让我们能够体贴圣灵。所以在这一切事情上面，靠着爱们主耶稣基督得胜，而且说是得胜有余完全的胜利就是台语说牙膏五春那这个完全的胜利呢也很像我们之前在读历代志的时候，这个西西家王他如何在这个亚述大军包围的时刻就是靠着祷告然后呢在一夜之间神就灭了所有的敌军185000人因为神的爱在此显明，他们是神若站在我们这边，谁还能够抵挡我们呢？所以我们能够跟基督耶稣有这样紧密的关联，连一根头发都没有办法隔绝我们是为什么？是因为圣灵的帮助。所以在罗马书的第8章让我们看到了圣父圣子圣灵特别圣灵的帮助呢让我们明白我们要跟圣灵如何的建立关系。保罗说我确信什么都不能使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是死是活，是天使是灵界，是掌权的，是现在是将来，是高天是深渊，在整个被造的宇宙中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把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这里讲到了4组的对照第一组的对照就是死跟活，第二组的对照是天使跟灵界的掌权者那就是黑暗的掌权者，天使是指光明，然后第3组对照是现在跟将来，第4组对照是高天跟深渊那和本翻成这个天使和掌权就是灵界的存在，高天和深渊就是高处和低处，这是原来的星象学的名词。保罗用星象学的名词指这些的星宿当空高挂对人的影响最大，而低处呢就是星星呢在天际的低悬就是这个地平线的时候呢影响最小
好，所以不论这个星辰万物如何对我们的影响，是180是从0度到90度到180度，好，对我们的影响呢，好，其实都不能够使我们好与神的爱来隔绝起来。好，所以神的爱呢，好是充满了诸天，好，那也就是诗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所以每一天好都在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读罗马书好读到这里，我们就会更加的明白神如何的爱我们，而且我们更有信心接纳神的爱，而不是成为那个大儿子。好，这个父亲把父亲认为父亲所做的一切好通通怪到父亲的头上，好，然后呢就开始生气就不回家。好，而是我们能够像是小儿子好在外面流浪，好，但是回到家之后好发现父亲还是这样子的爱我。好，我即便我们做了再多败坏的事情，做了再多悖逆神的事情，所以在今天的这一段经节当中，只要神这样站在我们这边，谁能抵挡我们？神连自己的儿子都不顾惜，神也不把万物白白赐给我们，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神已经宣布我们无罪，谁还能够定我们的罪呢？也不是耶稣基督，是魔鬼。这里没有说，但是是耶稣基督是不定我们的罪，因为这耶稣基督定我们的罪是什么时候？是他从天再来，他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世界的时候。所以耶稣在上帝的右边还在努力的为我们祈求，他的手上的钉痕还在，他身上的伤痕还在，这个钉痕复活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的手上还有钉痕啊，所以这钉痕呢也是显出神的爱，但是神依然为我们代求，为我们求什么呢？就是求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能够学习爱神，而不是要体贴圣灵，而不是要体贴肉体，而不是要爱世界。好，所以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好，即便我们感觉像是被待宰的羔羊，但是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就是在律法上，在我们主观的经历上，这5大事上呢，我们都能靠主得胜有余啊。好，不论这用世俗的对照，生与死、天使和恶魔，现在和将来，是这个最高处和最低处，都没有使任何的事物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罗马书第8章，他们看到了5律法的地位、主观的经历、将来的荣耀、圣灵的帮助、上帝的心意，这是对基督徒的人生各种的苦难或是各种的呻吟当中提出的保证。所以不论我们是受到律法的苦，或是主观说我真是苦啊，或是看到对于将来绝望的苦，或是我们的软弱上的苦，或是觉得上帝不爱我们的苦，罗马书第8章把这些苦呢，苦悲通通都变成是福杯啊！这个福杯就是我们愿意为主受苦，我们就勇敢的像耶稣一样喝下去就说我们继续往前走吧，我们往前走，该来的就来，但是上帝的心意，若是可以把它挪去，就把它挪去。所以保罗在这边也不是在开一个保证班啊，保证上大学，保证进入新天新地，不是你因信称义就直接坐电梯坐到101的楼顶去，也不是，而是我们仍然要一层一层面对人生当中的每一场的征战。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征战的结局是什么？就是最后的胜利。所以我们虽然在每一场一场的征战当中痛苦的挣扎，但是我们是依靠圣灵的帮助，在圣灵的帮助当中，知道征战最后是得胜，只是时间未到。在这个战事上面呢，仍然是你来我往。有时候我们是体贴被肉体所胜，有时候我们是圣灵帮助我们得胜。即便这个肉体或是这个罪或是这个死在顽强，而我们觉得非常的无奈，但我们已经不再是敌军的俘虏啊，我们还是一个战士，我们还是要穿戴全副的军装，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持续的得胜，用一次一次的胜利，我们今天的胜利、昨天的胜利、上个礼拜的胜利，来确信我们将来要获得更大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得胜人生是靠着圣灵的帮助，一次一次征战得胜而来，并不是人生只有一场的征战，而是无数次。所以当基督徒有圣灵住在我们心中，不仅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甚至呢我们跟这个堕落的本性，就是我们的肉体持续的征战呢是没有妥协的余地啊。基督徒不怕被打败，只怕什么？只怕怯战，未战先投降，只怕连这个
出一个力气都没有，然后就躺在那边，哇，就举白旗投降。好，这个是最悲哀的基督徒啊，甚至只能说他连严格来说，好，这个连基督徒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他就没有行为，没有行为他就不愿意去面对啊。所以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又常常软弱，这个也怕那个也怕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活在恐惧当中。但是我们接受圣灵的帮助，拿出信心，没有什么好怕的。世上有苦难，但是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苦难，所以我们只管跟从耶稣继续往前走。那这个信心就会使我们能够预先得着神的荣耀。所以经过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受苦、因信得荣，最后让我们明白神就是爱，爱就是上帝，这也是在约翰一书所说的。所以我们彼此相爱，神的爱在我们的当中，但是这个彼此相爱之先呢，是我们明白这个神所做的一切。今天这段的经文，我们看到31节说，上帝若帮助我们，圣灵也帮助我们。所以谁能够抵挡，谁能够控告我们呢？昨天说圣灵说不出的，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但是圣灵的帮助其实就是上帝所差来，也是上帝的帮助。而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就是中间还能够有隔阂，觉得神不爱我呢？如果我们常常有这种神不爱我，神在找我的麻烦，神一直在做我的这个对头一直在修理我的时候呢，那这个我们真的就是住在谎言当中，而且我们还相信了谎言，不相信圣经，所以我们要弃绝这样的谎言。就是要揭露这些的谎言欺骗，神他没有不爱我们，神都把他自己的儿子都白白的赐给我们，岂不把万物也赐给我们？所以耶稣说他来是要使我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是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不应该觉得神很小气，神这个一直处处找我们的麻烦，我们应该要接受神的爱。那37节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是已经得胜有余啊。所以我们的得胜是完全的得胜。所以这个胜利呢，是已经耶稣基督已经先拿到了。如果有颁奖的话，那个颁奖的奖杯已经拿到了，但是呢，是耶稣拿到，而我们要去追随他，拿到这胜利的奖杯。所以我们要靠主得胜有余。因为保罗深信，也是基督徒的深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是有权人的，是掌权和有权的，是现在是将来是高处是深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盼望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我们更深一层的认识神的爱，并且把神的这一份的爱呢，好好的呵护在我们的心中，不要去伤害那爱我们的神。同样有人对我们的爱，父母对我们的爱，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感谢呵护，放在我们的心中，而不要去伤害，用言语去刺激这些爱我们的人，去伤害了这些他们的爱。即便人的爱有缺陷，人的爱有瑕疵，有时候人会用错方式用错方法去爱，但是神绝不错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再次的明白，神就是爱，爱就是上帝。神你把这样的爱借着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并且让我们在跟随耶稣基督的过程当中，我们进入了与肉体的征战，与世界的征战，与情欲的征战。在各样的征战当中，我们面对苦难，面对折磨，但是在这样的苦难折磨底下，使到我们的信心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不至于盼望因为这盼望呢是神要让我们进入神国当中的荣耀，并且让我们在地上就能够如同行在天上。主啊，帮助我们再一次明白你对我们的爱，并且完全的接受阿爸父的爱。当我们呼叫你阿爸父的时候，也代表我们的心就是向神诉说照阿爸父的意思，而不是照我们的意思，因为你知道什么样的方式对我们最好。让我们从前风闻有你，
如今我们能够亲眼见你，愿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祝大家平安，谢谢。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谢谢牧师，平安。平安。